位馬迷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白切雞，今日又同大家一齊睇下沙田日馬賽事。今次我哋會逐場分析，等大家可以參考下。記住，賽馬係講求臨場發揮，大家都要因應賠率同馬匹狀態再作決定。好，我哋即刻開始。第一場4班草地2000，4號利演天下由湯普森執韁，跑法靈活機動，抽得5檔理想位置，係今場穩陣之選。2號烈火駿馬奧爾文策騎，近仗做出2段快時間，後勁特別強橫，雖然排8檔稍為不利，但衝刺力不容忽視。12號永勝金區周俊樂減2磅上陣，後勁凌厲，外檔起步若步速夠快將構成威脅。14號皮具大師巴道執韁，負磅最輕，快步速下冷門可搏。第二場5班草地1004，5號帝豪歡星巴道執韁一檔有利，前速快可放頭贏馬。1號文明福星嗌到拿策騎2段快，後上能力強。7號進優自在布文執韁中距離穩，走好位可爭。11號旋風飛嗌少禮騎末段快，後上威脅大。第3場4班草地1002，2號勇闖高峰楊明倫執韁一檔快放，短途首選。9號加冠王田泰安策騎2檔穩，發揮可靠。5號一定超霍宏星騎2段快，中段發力。13號八正道巴道執韁後勁強，外檔可後上。第4場4班草地1006， 3號開心5月田泰安執韁一檔快，2段快放頭穩。4號江南勇士楊明倫策騎3檔街，2段快可爭。5號九恩哥湯普新騎2段快，中距離合腳法。12號精算特殊梁家俊執韁2段快，後上要留意。第5場4班草地1002， 2號閃光燈班德禮執韁2段快，8檔可後上。9號考眼光布文策騎2段快，12檔稍外。4號幸運旅程潘明輝騎前速快，1檔有利。12號海藍寶湯普新執韁2段快，快步速合。第6場3班草地1002， 1號健康快車嗌少禮執韁一檔起步，末段快速度驚人，短途實力超群。3號增強嗌到拿策騎，末段快後勁強橫，2檔有利發揮。4號進翼快車奧爾文執韁，排4檔適中，中距離表現穩定。8號老班精神潘頓策騎2段快表現突出，12檔需靠後上。第7場2班草地1006， 1號喜連勇敢班德禮執韁4檔起步，表現穩定可靠。5號遨遊武士梁家俊策騎6檔發揮空間大，後勁十足。3號有龍串鳳嗌到拿執韁，5檔位置理想，實力平均。4號常聘常勇田泰安策騎2段快表現突出，3檔有利。第8場4班草地1004， 10號始終如一董明朗執韁一檔快放，2段快表現搶眼。1號勁進區中二禮減磅，2段快7檔稍外。11號精算激流布文策騎2段快2檔有利。7號紫荊拼搏希威森執韁，末段快8檔可後上。第9場3班草地1004， 1號彭才潘頓執韁2段快，2檔起步大熱門。2號神馳嗌到拿策騎2段快6檔發揮佳。10號實力派巴道執韁2段快9檔可爭。13號同心同樂蔡明少策騎3檔發揮穩定。第10場3班草地1006， 9號首飾天空布文執韁2段快9檔實力超班。3號99為專嗌到拿策騎2段快6檔穩陣。14號一定店蔡明少執韁2段快4檔可爭。7號情王希威森策騎5檔後上威脅大。今期賽事心水馬已經同大家分析晒，記住要因應臨場賠率同馬匹狀態再作決定。特別推介第9場1號彭才同第10場9號首飾天空兩匹馬近仗表現出色，值得重點留意。最後祝大家好運，贏多啲！我係白切雞，下次再見。